萨瓦迪卡，老嗯师你好。对，我就问，伊叫你穿你好，这泰国的，得要过年的吼，后礼拜阮就过年啊，所以这个后礼拜过年哦，哇，拜时开始放假，所以大家拢做欢喜的。老师听讲台湾嘛放假呢吼，哦，台台湾湾即阵咧放假，因为是放几啊天？春假，吼，春五春假啊，天啊，放5天，阮是过年，但是吼，咱想讲即两个假拢做欢喜诶吼，但是咱即个拜五有一个啥物啊？有一个迄个耶稣去互钉十字受架，难日啊，受难日来纪念吼。嗯，咱想讲无遮尔欢喜吼，因为昨吼，你毋知影，昨阮教会有迄个棕树节嘛，阮着去摕迄棕树枝无。拿撒勒迄个人毋是拢摕棕树枝来迎接迄个耶稣要进城对无？来佫讲吼，伊是啥物足伟大诶君王啊吼，嗯，即阵共一批人，共一群人当时拜五诶时，迄个人，其实迄个人拜五诶时，甲伊讲要顶十字架，要甲伊顶互死哦。老师安尼敢有算咱今仔要讲诶这？咱今仔要讲这啥物嗯，啊？叫做放屁啊！放屁安高心诶，咱今仔日要讲诶吼，是是是，就是放讲，屁安高心，这是啥物意思呢？这我讲咱爱先袂出来呢。知影吼，迄狗仔。听嗯，闻着屁的味，就真欢喜，因为伊想讲，因为迄屁的味有肉的味嘛吼，因是较爱食像迄款的味的，所以伊就想讲，哇，我得要有通好食，就足欢喜，足欢喜，尾仔摇伫主人的头前足欢喜的，结果咧，迄是放屁逐项人拢食袂着。所以咱用即句话来，比如讲人讲话，咱像咧讲屁话，就是讲伊讲诶话拢无准算，拢黑白讲哈哈咧，还是黑白讲骗骗诶尔。伊讲了就煞，拢无甲伊放在心内。就是安尼啦。较早吼，是讲有一个阿嬷吼，咱来讲一个阿嬷。阿嬷，因为伊要去买菜，买菜市啊买菜。因诶孙啊，因阿孙诶吼，佮足细汉，佮袂啥会晓行路诶，着一直插要去啊，着插要缀要去买菜，安尼着毋好啊。所以阿嬷着甲囡仔骗讲，你乖乖踮厝咧，我若转来时甲带你来迄个动物园，儿童乐园，讲到说，但是因阿嬷咧讲这话诶时阵就已经无想要带去啊，是要甲伊安搭一下尔。讲你着爱乖乖踮厝，我转来着带你去讲甲安尼足好听。即摆转来是讲，伊着袂记咧，阿嬷着袂记一个，着去用别个话讲今仔日无开啊是安那，就是讲像即款诶话吼，咱文化连当篇。做是放屁安高心，就讲要应付目前诶一款麻烦，来凊彩答应别人一个问题。我要来问观众朋友明辉来啊吼，美秋来啊，问看觅吼，恁应该足济吼，有遇着足济人迄个定定讲诶吼，拢是讲诶尔，无真正诶迄种吼。比如答应，迄囡仔定定讲诶，爸爸你毋是讲要安那，结果拢无做吼，还是妈妈讲要带我去佗，其实拢共骗诶安尼吼。但是这真正是即个美秋讲第一届听即句话吼，我第一届看老师写这时，我拢讲袂出来吼，因为感觉这放屁，咱想的是讲毋出来。咱世俗来讲伫较普通诶社会咱若讲一个，你若听了即句话无负责任诶话，咱就讲你咧讲屁话，有无？是咧讲屁话，屁话就是讲你迄个话根本就袂信者，黑白讲诶话啦。所以较早诶人放屁是一个正常咧讲诶话，正常你讲诶咱即摆听到讲那像无啥文像你骂人讲你听你咧迄落安尼。所以圣经内面嘛有即个代志发生哦，足
侪人吼。有2个囝的比喻啦，圣经内底啊，马太福音21章28节到32节了有写吼，就是耶稣讲的比喻。讲有一个人，伊有2个囝，伊来甲大囝讲，讲囝，今仔日你去葡萄园做工。大囝因讲我毋去，后来反悔就去。伊大声就讲我无爱去啊，后来就反悔，就去做啊。来，伊搁来甲第2囝讲共款的话，第2囝应讲，阿爸，我要去，毋过后来伊毋去。即个问题啦。耶稣讲即个比如讲，一个大囝，一个细汉囝，共款叫伊去葡萄园做工，一个讲我毋去，后来反悔就去。一个讲我要去，无爱去。迄个讲我要去，伊讲我要去是咧安待因老爸啦。来甲无互伊早念啊，讲好啦好啦，我要去啦，我听你的话啦。结果伊对心内头已经无要去啊。这就是这个细汉囝，就是第2囝，就是咧放屁按到心啦，就是即句话来个。其实爸母拢较爱听细汉囝的话，对无？因为听了爽快。讲了真甜啊！嘿啊，讲一个代志，甲伊讲啥物拢讲袂。一个讲，我袂吼。讲的尔，就随袂记咧。伊用耶稣用即个比喻咧讲啥物呢？咱看一张就有写。安尼第31节安尼即2个倒一个有照老爸意思去做。耶稣佫继续问遐个观众讲，对一个有照老爸意思去做。大家嘛知影讲，就是大囝有照，虽然伊讲但是伊后来反悔就去啊。代志就做了，细汉囝讲要去，就毋去啊。所以大家拢知影讲这是大囝。耶稣就甲因讲，我实在甲恁讲啊，遮个抽税甲唱机会比恁大先进入上帝的国度。即句话安怎讲呢？讲因为较早的人对唱机也是抽税，因为抽税是安怎甲伊讲人拢怨恨，甲因当做是一个罪人，一个犯罪的，一个无路用的，就是讲一个。替罗马政府在抽税，伊抽税佫无照去讲，因为因较早是用包税，用包的啦，包落来，也是讲用包的。我冒即个工序，因就讲，比如讲我即摆要冒曼谷即个都市，曼谷一年的税金我要交几千万，5000万的人冒着，5000万，伊就。交5000万互政府，伊抽的税若有加出5000万，拢算伊趁的。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当然伊就黑白共抽啊。咱规定讲爱，即个物件爱1/10抽税。迄个物件的价值是免准。人讲伊是100块，伊讲无，这爱82安尼抽税的迄个销价就佫无共。所以抽税的人是互所有的百姓拢做怨恨的，讲恁袂就是讲恁讲欺负家己的百姓去帮衬外国家，这是一点。第2点就是讲因做阿慢的，那像罗马头安尼所以因就真讨厌。但耶稣讲抽税甲唱机比恁较大先进入上帝国。咱知影圣经内底有2个。抽税的人，耶稣经起来做，就是讲进入上帝国，一个是马太，那个马太福音的马太，伊就是抽税。上帝讲耶稣经过迄个税关，就甲迄个坐伫抽税讲你来对我。马太呢随放了伊所有的来对耶稣。为什么伊要放了？因为已经足侪钱啊！伊感觉钱袂当满足伊的心，伊是可能有听过耶稣咧讲的道理，所以伊就一个听耶稣咧招呼伊的时阵，伊随放了伊所有的物件。
伊抽水足好诶头路嘛，拢甲放杀来军队也说这是一个，啊，佫有一个咱知影一个下杀街有无？杀街吼，伊若是抽水，啊，说讲我永远要甲你做伙食饭。哦，咱知影抽水虽然人人欢喜，吼啊，颠倒什物人甲无好呢？遐认为家己是做高尚诶人，像法利赛人啦、律法师啦，还是讲祭司头啦，因为社会地位拢足悬诶，哦，啊，佫安尼足虔诚诶，迄是表面诶尔啦。吼，咱来读一个32节好啦，32节，因为约翰来教是恁着行上帝诶路，上帝诶路，恁无信伊抽水甲唱笔有信，佮恁看了也无反悔去信伊，就讲遐。哦，约翰所教是恁着爱行上帝诶路，毋过遐抽水诶吼，甲唱笔拢有相信，啊，什物人毋信？就讲认为家己拢无罪，认为家己足虔诚，啊，佫是好人。遐个人就是祭司头，社会地位有诶人。伊讲恁遐个人吼，实在是歹进入天国吼。即个意思咧，假是讲。放屁安高心，就讲你毋通安尼，喙面用喙唇咧服侍上帝。讲上帝啊，我听你哦，但是你怨恨你个兄弟，无爱去别人好好。即款诶人，就是上帝所无欢喜。用喙唇敬拜上帝是无效，就是放屁安高心诶人是无效诶。好来，咱到这就好。对，咱诶明辉讲，遮个人。误着足济吼，因为做生意可能甲你答应讲要互你偌济啊，结果迄个拢无影吼，即是讲下回不见，后一摆无爱甲你做生意啊安尼。其实咱若误着遮尔济即种诶人吼，是毋是会当搁甲伊做朋友呢？会当甲伊讲一个咱诶福音吼，对无？甲伊介绍吼。互伊明白耶稣吼，就知影讲，其实总是爱反悔，嘿，毋免安尼讲，对无？毋免骗安尼来抢生意，还是讲来，即足济人拢是讲白惨吼，来为着要趁钱安尼。好，咱今仔日老师去迄个什物山奇来？前届毋是，咱都是安东金、安东郡迄个。迄个步道，啊，其实因顶原有2粒山啦，一粒较近啦，拢近尔，一粒叫做南华山，咱前届有介绍，啊来就是起来南方，起来有主峰、北峰甲南峰，啊，南峰是较二白哦，今仔咱来看迄个南峰。较二白哦，这风足跳吼，咱等下爱金少看，有迄一个鸟仔真特别吼，真是。对啊，即款诶山顶啊，佫足奇怪，就讲即款所在哪有可能有虫呢？迄虫哪有可能会活？因为佫寒风佫透，迄虫遐尼幼，毋过迄只鸟我都找入尾虫足厉害，迄鸟仔足细只。是。风车头，听众朋友有听到声无？实在是无臭啦！这毋是臭，这是剑蝶。剑蝶，这是蝶仔一款哦。这是几千公尺啊？这3000啦，3000。看这个风车头。因为平地是无风的哦，无风无摇哦。这个所在若会早时来吼，就看规若有日头的时啊，安尼规片拢像黄金的，足水的，这款就这个。等下佫有啥物天池吼？天池是无水的池。天池即摆过过落雨，天池无水，迄个水池也无水啦。是，即
届是看教会诶人。哦对，来3摆拢无遇到好天气哦。对，拢一届大落雨，一届大落雪。哦，即届上好诶吼，至少无雨无雪，无有风，雨无雪，敢大风，若有风，日头无出来。五星级山庄。就是讲，即个山庄吼是去了上水，全台湾就是即个山庄去了上水。这毋免冷气诶山庄诶。拢无落雨无水，这是啥物果子？哦，这毋是果子哦，这是一款刺青啦，有刺，伊个叶啊吼，那叫刺啊，那会共插，一款青啊树。哦，来啊来啊，一个鸟仔要来啊，叫做啥物？哦，这只鸟啊，就是个吼。盐，这厉害。哦，迄是盐对，迄个盐是原，就是原始的盐对，盐少的盐。哦，这厉害，这厉害，拄好去翕到伊踮遐食糖哦。你是安怎翕的？遮尔老安尼？风迄个啥物？有人问讲哦，风遮尔透，人敢会去互吹？恁是毋是爱拍照头啊？伊上悬的所在吼，迄个无，就是无检测无得个所在，人徛袂掉啦。因为石头细粒石头风吹起来，吹着目睭，真艰苦吼。嘿啊，免啊行路，就是拢爱早目镜嘛。而且迄个就是恁是有经验的啦，我应该去互风吹去的嘛。因为我迄阵伫中华教册时，我徛倒摆就去互吹咧田林，吹2摆。后来人，互吹咧田林，所以人吼，我的朋友就叫我囥庄啊，我真正是囥庄啊，伫车顶徛，拢足透的吼。所以今仔日真欢喜吼。咱会当去学着一句新的话，放屁，放屁很高兴。希望大家人哦，咱毋通安尼哦。对，希望咱拢毋免遇着即种人，对无？就是为着要甲你啥物要得到你的好处，来就是讲一讲无影的话，讲无影的话。若有即种朋友的话呢，不要紧，这嘛无算朋友对无吼？有当时啊，你就会当甲伊传福音吼，互伊认捌上帝哦，看伊会当毋免骗狗啊，安尼毋是骗狗啊对吧？好，所以咱后礼拜一个 AM 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做伙来讲台湾俗语吼。这是台湾的台南新教会林老师，泰国的科莫基金会迄个。林老师，嘛是林老师呢吼，联合主持的吼，嘛要祝大家吼，即个放假拢平安吼，顺遂对无？但是咱若是要拜五的时，还是当纪念耶稣吼，为着做者即个放屁安高兴的人死吼，就是其实咱拢是人吼，咱拢是罪人吼，来耶稣为咱死吼，但是礼拜时，咱就会庆祝。搁活节，耶稣搁活，所以毋免烦恼吼。好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安尼大家感谢，平安，后礼拜再会。